為字共12筆。第一筆橫，第二筆豎，第三筆橫接，第四筆橫，第五筆橫，第六筆豎，第七筆橫，第八筆點，第九筆點二，第十筆斜勾，第11筆點，第12筆點。上下列求為的字義。因，好處，因為，為澤，為和，為藹，為厄，因為深厚，人為，實為，施惠於人，給人財物或好處，為證，互惠互利，惠及遠人，惠而不費，給人好處自己又沒有什麼耗費，常用以形容有實利而不多費錢財。敬辭，用於對方對待自己的行動，為贈，為臨，為顧，為傳，為允，古同為，聰明，成，為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名詞。因，好處。喻，因為，略施小惠。左傳，莊公10年，小惠未片，民伐從也。南朝宋，劉義慶細說新語，方正，梅兒常有惠於陶公。後惠豫章太守，有事，王請相遣收之。成，如戰國時宋有惠施。動詞。賜贈，贈送。三國魏，曹植喜與詩，棄之必潮水，為之則之榮。唐，鄭谷中人謂四藥師，中人忽謂西山藥，四味清新香助茶。草邃。詩經，背風，不風，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行。唐，張朝江風行，妾本夫家女，與君為偶匹，為好一河心，中門不曾出。形容詞。柔順，和順。詩經，背風，奄奄，中溫且惠，屬腎其身。晉，王羲之3月3日蘭亭集序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副詞。請求人時的敬詞。喻，為傳，為顧，為臨，為賜一票。